港式懶人包，加密世界嘅定海神針。喂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今日同大家吹下水，講下加密貨幣界最佛系嘅存在——穩定幣。呢個家伙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獅子山精神咁，任你市場點癲點狂，佢都係咁淡定，絕對係投資者嘅避風塘啊！點解要有穩定幣？你知啦，比特幣呢啲就好似玩跳樓機咁刺激，但唔係個個頂得順㗎嘛。穩定幣就係個摩天輪，等你可以喘下氣。佢有三大賣點：一、價錢企硬，1蚊就1蚊，唔會今日10蚊，聽日1蚊；二、過數快過 FPS， 真係秒到㗎；三、全球通行，去邊度都用得。穩定幣三大幫派：一、我有現金 backup， 派 USDT、USDC， 即係好似去冒險樂園換代幣，櫃台後面真係有 cash， 要信間公司真係有錢，同信阿媽話聽日準時返屋企一樣咁難。二、抵押加密幣派貸，呢個玩法高級啲，好似拎層樓去按揭，但係用 ETH 呢啲加密幣做抵押，好處唔使睇銀行面色。風險，如果抵押品跌得太勁，會被人斬倉㗎。三、數學天才派 USD 而執笠，完全靠計數維穩，結果2022年大爆炸，一夜清零。教訓：太聰明反而累事，同我阿叔炒股票一樣。穩定幣五大實用功能：一、走佬功能，見勢色唔對就轉做穩定幣保命；二、過數快靚正，匯錢去外國快過叫外賣；三、錢搵錢，放喺 DeFi 平台收息，年利率隨時高過定期；四、出糧新選擇，好多 freelancer 中意收穩定幣；五、對抗通脹，好似阿根廷咁，人哋都用穩定幣避險。Warning sign：三樣嘢要記住：一、公司風險，間公司執笠你就知之；二、政府風險，隨時可能被崩，你懂的；三、技術風險，黑客最中意揾漏洞。未來會點？專家估穩定幣可能會同各國央行數字貨幣合作，監管更加嚴，少啲呃人嘢，支援更多貨幣，歐元、日元等，可能遲啲連去街市買餸都用穩定幣找數啦。醒你三招：一、揀主流幣 USDT、USDC 跌；二、唔好瞓新領；三、大額錢都係放返銀行穩陣。最後提提你，再穩定嘅幣都唔及你個銀包真正穩定咁重要。記住啊，投資有風險，唔好瞓身啊大佬。